过去，互人合作是南部西门町的高雄新曲港，因为即马消费形态转变，渐渐咧稀微。虽然讲即个月有2间日本的企业伫附近的百货公司咧开，加减有带动人潮，不过地方也是希望政府会当重视，互新曲港会当恢复过去的光景。 来到高雄的这间百货，今仔日是平常时啊，外口同款有人咧排队，人潮是吵。镜头刷到隔壁新曲港相关店面大出要出租的广告，人潮是减真多，大概差10几倍哦。以前人潮好多。早是感觉人多侪，即马较少。这个月有2间日本企业进驻伫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关表示，来说百货公司的人潮有加3成，加减有带动边仔新曲港的商机，加上市府为着要活化商圈，有规划活动。摊商表示，要接近年底活动变多，人潮确实有倒倒转来。毕竟圣诞节，然后又有活动，我觉得现在人群上还不错。 不像以前那么落寞。过去人讲北部西门町，南部新曲港，商圈理事长表示，往过摊商上侪有260间，即马剩150间尔。伫新曲港经营30几年的摊商表示，即马甲过去欢迎的时期已经无法度比。目前业绩啦，较无较早的，差不多1/5呢。 除了商圈刷到北高雄，阁有受疫情的影响，未将业者做袂落去收大，而且办活动认定只是一时的，地方也是希望政府会当重视。我们每年都有针对商圈，去提供他们在行销或者是硬体的编列补助费用。面对新曲港即摆状况，经发局回应讲，市府每档拢有经费，相关业者拢会当申请，来针对硬体、软体设施来做改善。经发局嘛讲，会继续伫中央公园来举办市集活动，希望新曲港会当恢复过去的光景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